我叫做 Vincent 吳偉明，我係1999年同埋2000年，亦都喺2004年到2005年咧，係做呢個香港鬱物扶輪社嘅社長。咁我係1992年咧就加入扶輪社㗎。其實好希望有機會咧係回歸社會。一個大學嘅 MBA 同學介紹我去扶輪社，佢話俾我聽，扶輪社我哋講嘅係服務，講嘅係友誼。跟住我認識到社裏邊嘅朋友，發覺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扶輪社，所以我就係加入咗扶輪社啦。佢一個非常之好嘅友誼嘅團體嚟嘅，我哋講嘅係大家之間嘅友誼，咁呢一個係我最欣賞嘅地方。除咗係識到一班好好嘅自己社嘅朋友之外，喺地區上你要發覺好多嘅精英為咗服務而去服務，佢哋係唔計自己嘅利益，到而家我都係得着嘅。喺一個粵北山區所做嘅服務，我哋捐學校、捐醫院，同埋一個幫助高中生完成佢哋學業嘅計劃，我哋幫咗100幾個學生，佢哋嘅一生係因為我哋嘅幫助係有所改變嘅。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令我留戀嘅地方。作為一個扶輪社員為榮，我希望以我個年紀能夠俾年青嘅扶輪社友樹立一啲嘅榜樣，將我嘅經驗同佢哋分享，大家一齊為我哋嘅社會、為我哋嘅扶輪服務繼續前行。一個就係叫做無名英雄嘅計劃，其實呢個係由我哋嘅前總監夏大衛所倡議嘅一個有前瞻性嘅一個項目。咁我係每一年都能夠好近距離接觸到嗰啲 finalists。如果係世界性嘅無名英雄咧，佢哋嘅行為非常感動，係一個生命嘅生與死之間嘅奉獻。如果你要問我心目中嘅扶輪英雄嘅話咧，其實我會咁講，只要我哋扶輪社友係一個真正嘅扶輪社友，貫徹4大考驗嘅話，其實嗰個扶輪社友都係一個無名英雄。